来，乡亲继续要来讲现代人，一来无闲，二来嘛懒死，所以想要食水果，拢会去买现切好的水果。但是台湾消保会抽验台南、高雄甲屏东的夜市啊、黄昏市啊甲水果行，发现现切的水果有高达56%的店家大肠杆菌拢超过标准，而且天气热，这个包括切水果的刀啊甲店啊，拢真会生细菌。若阁无冷藏的设备，水果嘛真快坏。讲这店家若无改善，相关痛啊罚300万。夜市摊贩有各种的水果，头家娘现切落人客。生活搁较无闲的上班族，下班了后咧，买半节时间来黄昏市场夜市啊，买一包现切的水果，补充营养。不过，着惊这水果无够卫生，会食着袂少大肠杆菌。消保会前进台南、高雄、屏东锁定黄昏市场夜市啊，甲大卖场现切的水果，尽量抽查，一半以上的店家拢无合格。台南是40几、46%，那高雄的话呢，高达56%。那整个屏东的话呢，甚至高达68%，这是指这个现切水果部分。如果有违反的话，会处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南部天气热，这切水果的刀啊，上容易生白菌。那严重一点呢，如果是吃进比较侵袭性的，譬如说像沙门氏菌或者是一些出血性的大肠杆菌，就可能造成比较侵袭性的感染，甚至会造成败血症。消保会指出啊，针对南部夜市的面包摊贩进行查验，有7%的店家拢有细菌超标的问题。消保会提醒，这胖内面含有烟肠、火腿的加工食品，天气烧热，伫户外贩卖容易歹去，所以进前一定要注意，避免食歹腹肚。